我係改鳳，我係一隻小說家，做藝術家朋友嘅咖啡館裡，等一個老朋友點熱咖啡，聊一段客家嘅風法。大家好，各位暗上風法嘅觀眾朋友。今日呢，安尼來到節目地步嘅係一隻點講，當優秀嘅什麼嘅，安尼客家人嘅寫什麼嘅，佢一隻客家嘅詞曲創作歌手，很多米莎。其實老米莎屬實咩冇同叫，記得係有一擺去參加一隻新書發表會嘅時間，米莎出現到嗰隻新書發表會嘅現場，然後佢講有一隻安樣嘅人，就會用客家歌來唱佢自家嘅故事。這個專輯有一啲很多伙伴，韓國一啲很多在路上道路行。兩隻專輯其實講緊嘅當到佢自家嘅故事。當然，我哋米莎咧下有新嘅專輯就會創作，就會做定嘅，我咩當期待。希望安尼老太家吼，就是當日聽到米莎新嘅專輯就是做出來，變成一隻新嘅客家歌曲。你先請米莎來老太家問好。各位好，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我係米莎。米莎，其實我想吼，今日嘅節目地位啊，當想透過你嘅客家歌曲同個詞來看一下，就係而家客家後生嘅歌手地位，讓你用安樣嘅詞作為文字，客家嘅文字寫成嘅客家嘅詞來溝通佢自家一隻樣嘅生活經驗。其實就是來談下呢落地歌，對你來講係呢樣嘅方式來做出來。呢條落地歌其實係我寫嘅第一條客語嘅歌曲，當作差唔多離呢下差唔多80年嘅，當叫以前。我寫呢條歌曲係我開始寫歌嘅，其實也唔係寫客語，先寫華語。華語就嗰當時因為我哋太好嘅時節啦，有身邊同學啊朋友，你組一張民謠團，就想講演唱偏語嘅歌曲，以前都唱民歌嘛，唱民歌，唱民歌，唱西洋老歌，唱偏語嘅歌曲冇意思啊，冇好搞啊，想要寫自家嘅歌嘅，嗰時候搭上人真去寫自家嘅歌曲，後面就我先寫華語嘅歌曲，寫了之後我很沮喪。我知道一條路可能我冇試好。冇試原因是因為唔知道，我插一下嘴吼。就講唔知道冇試合嘅原因係因為咧華語啊華語哦冇辦法表達唔自家心情，也係講唔使用咧華語嘅咧文字，冇辦法打中乜嘅東西，係咁樣意思。我寫開始寫歌曲嘅時間就差唔多18、19歲嘛，太好嘅時間。太好。嗰陣時就會，身邊嘅同學，大家老人嘅生活嘅經驗相同，老人有的想法，有的煩惱，大家差唔多。故所用同樣嘅語言去表達嘅時間，就講我差唔多自家特別嘅地方。我寫嘅歌曲偏語也做得寫，我唱嘅歌曲偏語也做得唱。你意思是講少年維特的煩惱，少女維特的煩惱，少女米莎的煩惱，冇辦法用華語來解決。錯，就會尋唔到自家老偏語冇同樣嘅地方。誒，咁樣話，佢變成一張都會創作嘅時間會出到講，佢按樣我唱偏語寫嘅歌曲做好嘅啊，我做冇會寫歌嘅。按講沒錯。後面就天天嚟上講有接觸到有啲位學校底都有一張民歌賽、民歌比賽，當年都會有創作組。嗰時候就有一年我聽到創作組一張學長佢唱自家用河洛話寫嘅歌嘅，我就知道聽起來都冇同樣，因為
用葫芦话嘅逻辑，用我们方言的逻辑，老翻译嘅逻辑冇同样。他用自己的母语，用葫芦话来写各位嘅时节，写的东西之生猛有力。嗯，嗰陣時我就猜到，我也做得出可能用自家細細時節講嘅話，自家嘅母語、自家漢語來寫歌曲。嗰時候當下來聽一條火把，下來聽一條落地歌，後面真有後輩嘅作品。慢慢的這樣已接登出來。就會因為開始寫漢語歌曲，我將知道講原來用自家漢細時節講嘅話來創作，唔做得表達出。老朋友冇同樣嘅東西，老朋友冇同樣嘅地方。得隻歌曲嗰個詞吼，其實嗰個詞吼，留給創作者自家靈魂深處，我知道一切都同有關係。所以我就想講，其實你聽條歌嘅唔係落地歌，係火把。好吧。即係講，火把呢條歌對你來講有乜嘅記憶？開始寫第一條漢語嘅歌曲嘅時節，其實我離開做得講漢語嘅環境都久嘅。寫第一條歌嘅差唔多就大學嘅兩時啊。因為我讀高中嘅時間，我就去到台北。你在高中？啲嘅小綠綠。最高學府。係的。北一女。真嘅啊！從高中嘅時節就。唔帶那邊啊？細時嘅。寒舍時節，寒舍時節帶阿公老婆去啲苗栗3萬鄉女版嘅片。女版嘅片。報名辦到頭分。到國泰國強樣。你咪頭分年哦。幾年通呢個國小？國小我讀過2隻，一隻喺點片，東方國小。東方國小。一隻喺潮汕國小。潮汕哦。衝一條路啊。衝一條路當班。我就接得下頭分國小。偷到米珠幫捱。錯。報名去到台北讀高中以後。3年嘛，之後呢又因為讀太好，我又去到台南。呢兩隻環境都談唔到合法，我也冇乜嘅機會出得講專門卡、老母卡人講。確實。但係開始寫嘅時節就嗰陣時就想講，好我來只看下用漢語來寫一條歌誒。吉他也不太會彈，講實在，吉他也是只會彈2個簡單的和弦。真開始啊！這個安尼。吉他南電，安尼彈那2個和弦就知道講，輕鬆一條火把，天公望出來就開始流啊流，流到那邊呢，流到天橋啊，流到日頭落山啊，流到出海口啊。一條火把做得講萬人嘅故事，做得講一生人幾生人嘅故事，我就想到我嘅阿婆，因為佢嗰陣時已經過身了。一個人的一輩子就是蓋棺論定嘛，因為佢。你還冇錯嘅，然後你更可以用一個長鏡頭去看人嘅幾生人。嗰時候就寫了條歌嘅，但係開始寫漢語嘅時間，我所有寫出來嘅東西全部都會回憶童年、老家鄉嘅故事。嗰陣時我冇法度留漢語呢種語言，留當下現在呢下嘅生活連接起來，因為啲呢下嘅生活我冇講漢語嘅。因為嗰時嘅你下喺台南，錯，唔係客家就係太學時節嘅台南，錯。嗰時候佢有一隻斷層，我有發現到為什麼我寫歌我沒辦法描述現在兩下。其實我剛剛講到嘅火把嗬，我咪講就係自家火把嘅故事。因為剛剛談到了火把，其實係談自家阿婆一生年同嘅親頭嘅地方，慢慢地流到出海嘅地方。然後幾十年用一條河嚟講，我感覺吼，我對河把一隻記就係一隻切片。我細細時嘅同學釣魚，當以前太年行呢釣魚，跌到水條尖度咪吼，就當行呢就即人啊啲啲兩山天満公主，叫他頭嘅嘅全部嘅釣具帶點就是當細年照登出去，然後天滿公主就去嘅河把釣魚啦。不過有一擺吼就係即個阿婆過身體，有一擺去河把釣魚，就都會坐定了，就釣準備釣登嘅，就等，然後一條烏龜一樣按跳過來，一條動態型嘅喎，嗰時個細小樹，即差唔多4學生嘅嘛，就動態條嘅樹按樣幾隻樹按樣擺開來，夾嘅幾隻身體邊個樹擺行一睇，
动太明嘅，手到前面，我就行下去哦，就看到佢冇手走哦，我最近看到佢，我水去爛佢哦，再慢慢命等佢，我佢還冇手走就吐佢到嘅，佢是佢就一種本雷公打到樣嘅，啪樣嘅，因為佢是佢我阿婆過身嘅時嘅，我媽媽特別喺我講冇一雕嘅，就講佢講過一擺講，你唔好想講佢其實雕到我阿婆。嗰時嘅輪迴咩嗬？我嗰時我就感覺誒，嗰條嘢俾我阿婆，佢超過嚟看我啊！嗰時嘅鬼責心嗬，就冇辦法。到嗰時開始嗬，我就冇再過雕過嘅。所以我對河巴一隻記憶嗬，就挺多嘅隻。我還記得河巴順嗬，我一隻雕嘅，我想到嘅阿婆過身體咧，媽媽講嘅阿婆變到唔嘅。佢突然超過了正經哦，其實佢心地哦，佢一跳，就想到同事情，所以一直按樣嘅觀念其實就改脫了，我正經就改脫了。所以其實我想冇聽過拍到呢時間你來看，透過Misa 按樣嘅歌曲哦，想將一條河巴帶出給阿婆嘅故事，咩帶出我自家對阿婆嘅記憶。我說唱歌正經有隻按樣嘅感覺，正經講當好。你希望可以當然透過更多Misa 新的嘅客家歌來談，點樣去面對神法呢件事情。其實我知道一條歌我真係做係。河巴了當然是當到係我自家觀點們寫自家嘅故事、自家嘅感受，但係蔡路芳開始我有想到，其實做創作嘅人做唔得，引導自家觀點，因為人嘅世界就按細，你一直在裡面做小分子運動，一下就撞到牆了。咁你講到一條河巴哦，一條河巴傾得兩山，Misa係來賓，Misa 安哥嗌。等於搶一條河巴，搶一隻對阿婆嘅一隻記憶。當然我知道一隻創作者哦，佢對創作呢件事情一定要懂得冇困樣嘅誘發點。哦，你像其實第一個CC圖3版又到投分，又到台北讀北一女最高學府小綠綠。我知道人家考到北一女全部都冇爭吵。那有年頭南河喺度，考試一定考都考唔到，又走到台南片，又走到花東。其實因走嚟走去後，我就想講，其實一隻流動嘅感覺對一隻創作者來講，已經有更多嘅不同的誘發點。對河巴來講，最近第2個專輯都在路上。對路方，兩件事情，然後按樣移動有乜關係呢？我嘅那種一直在流通、一直在移動的這個狀態，其實從韓式、國卡式嘅時間就開始誒。因為我忙讀書以前啊，讀書以後就帶啲嘅女娃嘛，阿公嘅老婆嗰邊放放。那忙讀書以前呢，我爸爸就會帶啲我哋木坑人，就我爸爸媽媽然後哥哥姐姐還有我，安尼就其實一直搬屋，搬過東多地方。然後我嘅視察在我媽媽經過東多地方，從峨眉啊，從乜嘅南中啊、蓬萊啊，從新莊乜嘅地方，中南啊，我媽都會說哦，要給我帶過，給你帶過。你就講哇，那很多都沒有記憶的，其實我唔記得。錯，但係就一直有安尼，很像一個一直在移動的游牧民族。我說了寫意唔係我自家有嘅，你係我覺得是那個遺傳有據。我說就聽聽自家心之所至，去到哪啊，去到台南啊、台東啊安尼。包咪做的河巴那種，就是一個有一點像一個拉扯啦，因為實驗這個東西，它就是一個牽絆。對。老母家人、老家鄉跟情人，就是一個。所有的人都希望你從山裡窮要按穩聽、按固聽，但係我就出到我冇法度，我冇法度。其實心結就像一個流水一樣，慢慢的流進去一樣。我說像那流水過程的神法吼，河背順行喺度念就變到兩種有關係呢。
因为其他都去到几条位，慢慢的看点那样流电高，流经一只河湾的时间，读到呢只河湾无困样的人，无困样的事情，叫做热到人嘅创作地方。所以其實想聽呢隻傳說地方在路上，在路方，在路方呢只傳說，係咪表達一樣一隻集體嘅一種感覺？錯，後擺了種傳說當到係愛自家觀點們寫自家嘅故事、自家嘅感受，但係在路方開始我有想到，其實做創作嘅人做唔得，然後自家觀點，因為人嘅世界就按說，你一直在裡面做小分子運動，一下就撞到牆了，所以小分子運動，所以這個牆壁要打開，它充滿要打開來，我不會空氣，我不會光線當做的入來，你讓當做的有一隻地方做的看到我嘅世界，而且到做體育種係尋到一隻自家嘅立足點。但係做聽一種嘅時間就會開始前一個方向往外出發，因為我一出啲路空嘛，我就會走來走去，走來走去。以前就炒菜啊、騎歐多拜啊、保苗邊市場啊，我就一出啲路空，安尼慢耐走，嗰時候當到睇到嘅故事、看到嘅風景，就變成了種轉型。其實應該有些新的東西慢慢地會走出來。所以咁樣啲講，其實你下對下一隻新的專輯。哦，當然啊，今日大家觀眾真係很有福氣，忙寫睇咯，還可能欠3、4條歌嘅要寫了。我根本呢，安尼來談一下全球首發，最近全球首發來談一下，Misa 很忙發表嘅新型嘅專輯底部一首歌。一歌名係乜嘅？好，兩條歌人都山鬼。山鬼。山鬼，山裡的鬼啊。山鬼，哦好。大家嚟睇下全球首發山鬼。山鬼空在山落裡，垃圾鋪做好連理。山落春葉新路裡，雪蓬蓬嘅唔得條意。山鬼木樹無見無見，跌來跌去速把戲。翕地鴨睇無天理，爬山夾腳落條天。啊，山鬼掠個野東西。好痕，冇聲音唔好，罐頭音樂麻煩得來下哦。你係忙發表同冇？忙。哦，山鬼。小碌碌嘅。小碌碌嘅山鬼。我聽到冇？山鬼，因為我啲人辦到峨眉嗰邊去，簽到一間老屋嘅。錯。你嗰個樓嘅有關係，因為帶到神行嘅。錯，因為帶到神。因為我想山鬼係讀到，你讀到啊？冇呢，忙讀到，唔過因為我出到講第一種、第二種做到第三種啊，就一懂像自己一路在學習，然後聽的越來越逼近自己真正的樣子，然後第一種轉是懂像一道細毛的化妝啊，總都講安尼，流出去問太假安尼。唔過其實我出到啦。我內心裡面有一個很頑皮、很叛逆的小孩。不過你做第三種的時間，我覺得是目前為止最接近青春之家嘅東西。因為你差唔多10年來做創作啊，也有接觸到咁多嘅社會議題啊，也有咁多看到嘅事情、聽到嘅事情。然後你也學到了很多唔同樣嘅音樂嘅風格。那一種青春之家。我覺得最主要還是想要找到那個最像自己的表達方式。不是我也想講，想要做很吶喊的歌去表達一些議題的憤怒啊之類的。但係，當面嘅青春嘅自家嘅一個做法，就會用一種隱喻啊，用一些黑色幽默啊，有一點反諷的角度啊。山鬼兩條歌嘅渡風啊，兩下反轉3度風嘛。係啊，
你苗栗中央苗栗人给甘耀明老师啊讲，你苗栗是一张很魔幻的地方，对，就会讲暗多山内，然后把人的视野都阻隔了，然后这么多那个你没有办法掌控的那种闪轰，给这种黑暗原始的生命的那一种原始的黑暗的那个状态，哎，这种三贵就会一张在我们心里哦，就是那个非日常的状态，因为。像俺俩他老狗太狗，安尼聊天啊，安尼讲法，就会一直啊。我现在讲的话都是我意识层面觉得吼，俩俺做得讲，但是有懂得东西，可能嘿，你不用说潜意识低度，你不用说一张非日常的状态里面，可能蹦蹦嘅世界才会走出来。也还讲我们已经压抑不住了，嘅东西才会走出来。其实，大三人心路都有一张动漫皮，很想要恶作剧的那个小山鬼。所以就会两条股票，就会讲这个东西，你如果一直压抑它，你不让它有机会调皮的话，你就会爬山磕壁落平梯，因为佢无功脱离。爬山磕壁落平梯，哦，很强，那个。各位观众朋友，老师吼，甲大家谈到三季条歌嘅，其实要谈Misa吼来谈到遐。用版年期会做安样的歌的戏的，当然咧老记咧还一种深度方面嘅状况有同直接嘅关系。我想其实还一段啊，你讲要想一下，一只空间底下吼，对于一只创作者用来改编，因为我哋Misa咧下咧条新嘅专辑底下吼，有同到部分係老咧下咧件梦迷嘅咧只落伍嘅有同太关系，所以我想海滩来谈一下Misa。来谈一下看见另外讲起老咧只老屋，而老咧老屋，我应该名人都老小姐，老小姐下翻两个，考倒我了，你要用老些阿妹，安尼喺摊张来来看，老些阿妹，你有印象到Misa来写嘅歌嘅，我哋按照咩歌嘅，按到长洲老嘅。然后我觉得很像是一个小姐啊，年纪很大了，然后那个妆都开始掉，对，烂掉这样子，然后所以你要先帮她把妆都卸掉，啊，还原到本来嘅样哎，然后再慢慢的就是慢慢的放进你生活需要的元素。各位观众大家好，今天抢到Misa来吼，当然大家当有福气啊，因为今日都谈到当多，大家都不会喊冇办法谈到的歌位。不过我是都吼，谈一个创作歌手对写嘅一个歌位时，有一个动创一个点就是讲，究竟在什么样的空间里面完成一个创作？我说这件事情吼，一次一次每个这个面对写作嘅时嘅一个当重要的命题。所以其实我想讲，Misa 应该要来谈一下，因为我哋呢下办到农民，前对只落伍嘅，那落伍对于一只新的开始，要触动下咧一只新的专辑，先讲一下一只落伍对于你下改变人印象嘛？因为我搬转来之前一直都伫南埔嘛，南埔搬转来起一只青苔嘅洋熊就会。因为要水中迄拢无甜，你北埔嘅天使啊，因为长久无伫北埔待暗藏嘅时间啊，唔记得咧。特别就会讲可能拜六拜日啊，专门靠陪妈妈看一下，还讲过年啊，钻研一下。就讲反正来开始，因为我迄今年嘅春天嘅时节，就差不多过年过天嘅当请到了查某。给地方嘅朋友听抒情嘛，请到了查某帮咪啲3月搬转来，整理屋甲脏屋甲差不多整理嘅2-3年啊，都5月脏半夜批，嗰陣時就出到因為濕氣那麼重。佢做乜本嚟就不會很多老小姐啊，你會明嘅喏。因為在整理某個時節啦，就當整理，等下請一個啲北埔嘅一個建築師朋友來聽書。因為我冇按到時間，1-3年這個種，要懂東西是需要大家的力量幫忙的。
然后建筑师朋友来天数嘅时间啦，俺们就首先就是拆掉多余的隔间，拆掉多余的那个天棚。没几搭屋拆拆拆。拆个像已拆拆，你屋嘅就按落啊，乜拆嘅。因为伫台北嘅屋啊，可能佢屋墙无共动态，但系可能伫尾带动东影，不说的动那个隔间啊，木头隔间、轻隔间那种。等到我们把它的隔间全部拆，然后那个一楼嘅天棚拆开以后，就看到这个屋子真的是秀气啊，有个南洋风味，因为有6层楼嘛，第一楼嘅1楼看上去的那个天花板就是2楼的木地板，然后大梁那样木地板，它就很南洋风。然后我觉得很像是一个小姐啊，年纪很大了，然后那个妆都开始掉了，对，落差这样子。然后所以你要先帮她把妆都卸掉，然后还原到本来嘅样哎，然后再慢慢的放进你生活需要的元素。其实一个空间对一个创作者来说很重要。其实你讲安福嘅事情，我就想到其实就几个礼拜以前嘛，去西周嗰边，我做嘅吴胜老师吼，嘅福建的一只好朋友，佢咩写诗歌嘅，咩写小说，佢咩写编剧，很多蔡依君，咩上海泰国，啊，做一家嘅幸福嘅看，其实按不头嘅时间，两才能拿着个壁炉哦。坐到一个泥毡那个阳台那边，冬天景，因为一个住乡下，前面看过全部都会田，岸边就叽叽叽，给人差不多，那片一家人，这片一家人，差不多这田嘞，田嘞，等于全部都田嘞。啊，对面有一只做个木材厂，几乎年啊，不过做本田包的那只地方。我跟想说啊。其实今日喺台北不用太当到工作跟那种东西，转到家个家乡去，寻到一啲安样嘅天来，就都田顺好，结起来。按不太有是安样，就因设定就因讲，创作啊，写小说啦，做编剧也好，当到安样嘅细节，有可能家个一楼嗰边家个烟嘅地方，就种当到嘅。番薯叶啦，种动到嘅菜瓜啦，要动到辣椒嘅啦，马最要眼摘一大包辣椒带在我卡，因为当好食辣味。所以就像一件物嘅话，对于一个创作者来讲，其实会影响到佢动动。所以喺咪讲，一只物嘅老咧周边嘅环境，有照到人都创作嘅，前呢嘅专辑里边有乜嘅歌嘅，喺音乐安样写出来？有啊，像新的专辑底度有一条歌案都中福。中福。你讲中书的啊，中嘛个中嘛个苗圃嘛个东西，但系我就想讲，因为中福係幾隻？阿彌陀佛，阿彌陀佛。因為我帶個地方啊，佢黑鹹石米，石頭山嘅米，石米，石頭山睇下比就會。一條石嘅，一條石嘅東道闊啲面檔就會石頭行到石米就會很多的寺廟，對，東道闊但係，嘅石米嗰邊有一個地方叫水簾洞，水簾洞係一個天然峽谷，東江那邊非常漂亮、非常清幽的一個峽谷，但係底度也有一個闊，誒啲峨眉有一個峨眉湖嘛，峨眉湖上空也有。一个很大的，我们都叫它天线宝宝，一尊很大的金色的弥勒佛。就像讲呀，东河搞东丘银宫，就植树节我们要种树，然后这个到处都是这个佛像。东丘诶，种佛，就会让它好可能有一啲天然测到佢清腔力啊，一种佢无腔力，不管它是很亲近还是很不亲近。先种一條佛，係啊！你人呢？人喺槍呢，喺唔槍呢，殺來種一條佛。你行二啲度啊，佛要到好老佛，諧音就是佛啊，跟那個洞。對，嗰種我就有一點酷手，有一點惡搞，就黑色幽默，就講，係咪你種佛嘅地方就有一隻佛，因為有佛，你當來種佛。所以人嘅當到嘅創作地方，還有原則上佢。它都會係一種象徵的意思，用一種方式帶出那個隱喻。所以其實我說你嘅創作老
唔講迄黑色幽默啦，嘿，我講其實是其實唔係黑色面，其實就會一種轉化，一種象徵，一種用一種方式去做出一隻無困樣的創作。其實我是阿娘嘅創作當難，也就是可以當難，我是都當難，因為唔係講，因為阿娘嘅東西係有時嘅，所以來嘅，有時轉來，我是可能沒有同樣的一種想法，這個一種阿娘靈感嘛、創意嘛，阿娘嘅東西哈，就走出來，有沒有？哎，然後我知道你做創作嘅人啊，不管係寫歌嘅，也係寫詩、寫小說，同樣我有一種狀態，很像靈媒或者是當機，就上下我知道，啲東西唔係我寫，也唔係我想嘅，但係啲東西來尋我，來尋我，就很像我是一個通道，來尋我，然後就借着我的嘴巴把它唱出來，借着我的手寫出來。那就像中夫啦，你做一隻孔嘅啊，一隻呼出來啊，然後就走出來，就跟你啊，像阿娘嚟講，難就難在哪講，一隻好嘅創作作品哦，我知道叫當到技術嘅方式，詮釋嘅方法，因為人家作品叫一隻動態理解空間嘅世界，我就是阿娘嘅作品當好，所以我想我就講，像阿娘嘅一隻創作過程吼，有的時候對當到不管寫歌嘅啦、寫書啦、寫小說啦。寫劇本啊，寫按當多嘅東西，年紀其實有時也就會一隻彈指之間就會走出來。所以除了中夫呢條歌，還有其他歌喺阿娘一下就走出來。呢兩種專輯吧，其實我拄好來今日來跟大家聊天之前，我有2禮拜的閉關。寫東西。我說鎖門寫歌啦。哦，關係寫歌。關係來寫歌誒。我有預定的，就是幾多條歌我會寫，但係就有一條，它是不預期的，這個就來請來。歌嘅這個就來請。歌嘅這個就來請。我講一下。講一下。佢拄好啲2禮拜當就一隻 NED 我們嗰邊嘅好朋友就會腦溢血就走了。過身咧。過身咧，很突然，可能前2日、前1日，你係強下佢當好釣魚嘅，可能你係強下佢大擺都釣魚嘅，做文太假設啦呢。喺我們嗰邊，前一天你還看到他，還一起吃飯喝酒，然後過2天就航空療傷營走了。就是在那個閉關的過程當中，讀到一張很奇怪，突然跳進來的一個死亡，然後。家嘅告別是過太2年，我第一步卡就我當日嘅生活很規律，中午吃完午飯之後，我一定就是在那個書房睡個午覺，所以當就起來，風誒就都奇怪，我就知道我現在很想寫一個東西，有一個畫面很強烈，然後那個歌旋律都長好了，曲名都想好了，然後歌詞都有了，畫面都完整了，我就是把它寫下來，1點鐘。一首歌把它寫下來。1點鐘聽聽。錯，這首歌按都轉押。轉押在講死亡，但是它不是那種很難過的啊，很傷心、很悲傷的，不是，它是一個恬靜的狀態。當像你轉押，你平常時講係講江中人啊，天空做些幾日咧，看到日頭落山咧，看到團霧咧，好轉押歇困咧，轉押今天要休息啦咧，但係我寫2條歌嘅時間，我就想到講，可能死亡的狀態就從轉押，因為你也係講，好像我們一輩子已經一生人行到日頭落山嘅時間，然後夜晚就來了，你就歇困咧，它是一個很恬靜的狀態。我想下唔啲時間做得唔好，我想試看下，你來。我想嚟創意下好冇？好啊，我做。因為雖然你歌係一隻描述阿娘臨時一隻突發事件造成的，我嗰時候你條歌我時都做得談一下。各位觀眾，你就條團的青島版就用Misa 條歌嚟慢慢地彈出。頭笑到風風，愛團霧裡，別
冰冻花开送木灯，泪在眼里。无通使到受福福嘅纪念晚味。温共花大暴风，爱在眼里。我相信大家有睇到呢個，一定會有感同嘅地方。下一節按再過來談 Misa 做得圖新嘅創作嘅神法地位，帶本大家擘嘅無可樣嘅觀點。我哋按再過來慢慢嚟講。真係等我諗嘅，很期待呢先。感覺這個係你哋過到想苦行僧。其實唔會呢，但係我嘅朋友都講你好像在休息。跟住因為我車頭講創作人啊，我現在講另外一個層面的問題啦，就是做創作的人，因為 animal 上下班，我們不用打卡，所以我們的生活常常沒有規律。但是我會要自己我啲創作嘅時間啦，我必須要一個紀律。大家一定有睇到Misa 唱嘅最新嘅盲發表嘅歌嘅，真係大家應該當歡喜，因為真係全球首發。咁你就睇到千首兩數全球首發嘅歌嘅。不過Misa，我即個有一個想法，就講一個從事創作嘅人，不管佢透過乜嘅媒介。亦對一個環境一定有一定嘅感覺。嗰種感覺當然用文字呀、係語言當精準嘅描述啦。唔過像斯康納，因為他專輯有多乜名？專輯名叫做《白夜裳》。白夜裳。白夜笙。白夜笙，唐也就當魔幻的一種感覺。真要講一下，就為什麼會選到白夜裳按樣一隻專輯嘅名稱，佢老娘嘅空間嘅移動又有乜嘅關係？去年深夜嘅時節啦，我啲馬祖嗰邊一個島叫做東莒，我在東莒島駐村，對，去年深夜，懂會走？真嘅懂會走係。嗰種時間第一擺看到有一種東西，叫做潮間帶。哦，就是小島旁邊連着更小的島。退潮的時候坐在韓國語潮，但係潮差可能會大概到5米，這樣就差不多一站就國家架的。就我看到潮間帶，我知道佢動唱你心度某一種狀態，就會平常時唔會講出來嘅話，唔會本人看到嘅一面。就算是就有點像是可能什麼嘅卸妝後，可能你平常內心有一些小壞，然後有一些就會講日常唔會拿出來嘅東西。那有的東西在夜裡，在夢裡，在潛意識裡面，才會走出來。那種轉型叫做白夜裳，這個夜其實是這一個狀態。就講你呢一個，好像我們心裡都有一個黑洞，有一個空間，我會老無想睇到嘅，無想去看到嘅，無想本人第一個東西往裡面塞。其實你你接推廣都會嘛，做一個其實你創作歌手嘅環境啊、市場啊、當艱苦啊，其實大家做歌佢多做一種堅持啊，一種對這個創作藝術嘅，即苦行僧啊，這個就是苦行僧樣誒，沒有？這個我感覺這個係你哋過到像苦行僧嘛。其實唔會呢，但係我嘅朋友都講你好像在修行哦。跟住因為我車頭講創作人啊，我現在講另外一個層面的問題啦，就是做創作的人，因為 animal 上下班，我們不用打卡，所以我們的生活常常沒有規律。但是我會要自己我啲創作嘅時節啦，我必須要一個紀律，就是可能早晨起來我要去運動一下，然後每天三餐要很正常的吃，就是沒有那種做唔得講就講做唔得然後我啲創作啊，然後有演出，我就是起居，然後那個生活都
都不是那么的规律，这样我觉得那个反而不是能够长久的。对，对，但是讲到修行这一块啊，因为我觉得我可能特别神经特别大条啦，就出到工地台湾要到环境啊，要20其实不容易。本系列节目最乐观的创作歌手。我必须说，我是最有资格讲这句话的人。我亲有资格讲两句话，因为我在台南做街头艺人的时候，有东闯一段时间，可能接近6年吧，可能有2年的时间，我的户头只有2位数，但我没有饿死啊。两个迄美金也在台币讲清楚，就算美金2位数没当电影讲啊。无啦，就讲，这个可能它背离这种主流的音乐产业的市场啊，老这种我必须要有怎么样的收入来维持我的支出。我脑袋可能还无安用的头脑，嗰种就会我咧安尼银行安尼，就出到讲，做太抓种，做好好巴咧。杀下来就搬一张新的地方，想要做下一种新的东西，就讲想要这个内在，我的内在有源源不绝，我想要，应该不是说我想要下个东西，是那些东西借由我想要被听到，有源源不绝那个东西一直来找我，我只觉得，如果赚钱有目的，那它可能是让我能够有办法顺利的再去做。下一步想要做嘅东西，下一步想要做出来嘅影底本没有任何商业思考，讲真嘅，很纯粹，一种当干净的、当强烈的一只思维就给流动的，意念推流。那个意念嘛，其实係所以一只很纯粹的创作者，佢冇想到神发的一件事情，佢冇去想象到钱的事情。也没冇想象到市场的事情，所以佢就想到佢想要做两件事情。只是讲唔对做两件事情的时间，透过迄客家的词曲创作来做出来。所以两个歌曲某个程度，就我来看到弹火把，按样弹过了三季，韩国中幅，韩国其实弹得过来就讲，唔真嘅迄只冇去想象到事情的人，我是讲产业的事情。其实很同好呢。其实也唔係講老了幾隻音樂嘅產業冇相關，因為我相信一件事情啊，就是講有人講，作為一隻就獨立歌手，客家嘅歌手，係唔會出到客家嘅市場東西啊，唔驚會咬死哦安尼。還是出到講，其實音樂它是完全跨越語言跟種族的。不是，我出到講。我作为一个做音乐的人，我应该追求的东西不是用版做东西，我有懂人喜欢，我有懂人听，应该是用版做东西，嘅东西是好嘅音乐。只要佢係好嘅音樂，自然就會有聽眾，自然就會有你自家嘅聽眾。我相信那點，因為我是都做一隻正經的歌手，創作型的歌手。我知道前後輩一定要行到自家先都行嘅。你以這種方式係你外向可能就會讀到當到聽眾、市場、產業，當到上游下游，解決問題嘅事情。不過其實行到前後輩一隻正經嘅創作者，佢還要轉到佢自家轉移到自家先都行，然後某一種信仰。那信仰係很多附類化，就種到自家先都好，真有幾隻感覺。所以我想其實一點來看吼，我想其實某一天你係一種新的想法，因為你係當到好像你還有像客家的歌手，你想過你要做好多客家的歌曲，做得本當到你去彈，才唔記得講其實要先問自家一件事情，就是講唔做嗰個目的係嘛？你做嗰個本人談，也係做嗰個老切家溝通嘅。當然唔係講做嗰個每本人談，沒那個意思。係講一開始嘅時間，你想做嗰件事情，應該係想老切家溝通。慢慢地嚟溝通嘅事情，然後腦部嘅人
接轨的。嗯这时间那个原来安样的心情，每周的大东脑杯那位山，就像我们唱火把，就像到一个阿婆，就像我们唱山歌，好像我以前到峨眉山当杯去露营的时间，那个帮爸爸妈妈印象安尼。当然谈到讲专业我会想到没有这个朋友，都一当奇妙的情况就行到那个美术去。所以其实是叫做最亲好的创作的一点。所以我想其实今日老米莎2、3年讲到按到老创作有关系，其实讲来讲去转来转去，创作这件事情其实没老脑杯有关系，没老听众有关系，其实千万一个老创作者自己有关系。我想今日应该老大家分享的是经营这点，用创作的方式请到一个，这位米莎。希望大家下一年再过来谈新的歌曲。你希望米莎这个专辑《白鸭上》做得夹上出来。谢谢高太哥。今日看到米莎，我有一同情的感觉。因为其实按你讲起，其像一条河流的小模样。因为佢玩嚟玩去，到了下，按多年来佢冇停下来过，像河巴一样的安样转来转去。不过不管转到哪，还是到亲好一点就，河巴当把有当多年看见佢，流转来流转去，有时佢流到海方，有时佢流到山度方，不管佢样嘅流，佢亲好杯就流到夹个歌曲地方。那地方是都是当多年做唔到，让去做到像一条河流的公路，好像米莎做一只像河流的小模样。